唔好以為只有內地先會出產劣質肉啊，原來連英國都有黑心食品㗎。英國衛報最近踢爆，當地2間向瑪莎百貨、肯德基家鄉雞同埋樂購超級市場供貨嘅禽肉供應商，佢哋嘅加工廠污糟到嚇死人，可以見到一大堆死雞隨地放，任由細菌滋生，仲搞到一地都係血水。有前員工更加爆料話，由於水泵久唔久就塞咗，浸洗鮮雞嘅水缸試過連續3日都唔換水，一缸水洗咗超過25萬隻雞，衛生情況令人咋舌。呢名前員工仲話呢啲情況經常都出現，擔心工廠成為致命病菌，例如彎曲桿菌嘅溫床。其中一間涉事工廠嘅母公司 Two Sister Food Group 就回應話，曾經試過有一日冇更換到水缸嘅水，而且嗰一次細菌含量並冇超標，形容係個別事件。而另一間涉事公司就強調，員工一直都謹守食物安全守則。有專家就認為，肉類加工廠衛生情況惡劣、粗製濫造背後嘅原因同超市不斷壓價有關。唔少工廠為求趕訂單同埋減省成本，唔會成日叫停生產線清洗機器，結果令到細菌更加容易滋生。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。